你的拉康穩定嗎？有冇同學仔拉康係咁樣嘅，拉下拉下變咗形嘅吓？檢查下自己有冇咁樣。不有冇咁樣？去拉康嘅呢啲同學仔，就係你唔識去控制個口鉗，唔識將你嘅拉康去穩定。我知道大家唔懂，而且唔知道點樣可以做好佢，係咪？你哋心目中諗乜嘢？你哋嘅水平係點樣嘅？我都感受得到，我都知道。所以我哋就係為咗你哋呢一啲咁樣嘅同學仔，去創作咗呢一個正字音訓練營，去幫大家。我哋第8課就係講呢個內容噶啦吓，就係帶住大家去練到個口鉗係穩定佢喺度，而且咧仲要穩定住個發聲位置，冇俾佢跌咗，冇俾個口型又跌咗，明白未？你哋想學嘅嗱，到時我哋會有試唱環節，你要唱俾我聽嘅吓，我會聽下你唱得啱唔啱，然後糾正你嘅。正字音訓練營就有呢個內容學啦。好嗱，知道未？呢個中字嗱，咁你哋就唔好散咗咯噃吓，你哋就要控住個口鉗啦，練到佢啦吓。不咁樣吓，明白未？各位同學們，明白嘅同學仔打個 OK 上嚟。如果覺得我哋嘅直播間真係學到嘢嘅，非常好玩嘅，快啲將我哋嘅直播間分享俾你身邊中意聽粵劇粵曲嘅好朋友。嗱，想唔想跟我學嘢先？想唔想跟我學唱粵曲先？你係咪學聽粵曲好耐啦？係咪聽粵曲中意粵曲好耐啦？成日都想有個老師去教你，係咪手把手咁帶住你去唱？係咪想要有個專業嘅老師，而且咧係對呢一方面非常之有研究，而且係國家認證嘅1級演員去教你先吓？想嘅話，你快啲去揾下小秘書去搶一下啦。你哋關注轉發，記得啲。